好多香港嘅粉絲咧同我講想買新香洲，但香山湖動輒4-5萬嘅單價咧門檻太高啦。咁今日咧 Alex 帶大家實測一下新香洲嘅明溪花園。咁坐擁三溪科創城嘅頂級規劃，主城成熟配套，文源香華雙名校加持，價格咧只係香山湖嘅一半。精裝交樓，仲有超多港澳客戶嘅專屬福利啊！無論係自住、讀書、投資收租，性價比直接拉滿啊！買市區樓睇嘅就係交通效率。明溪花園咧，絕對係珠海市區門戶嘅樞紐啊！咁如果係港車北上自駕路網咧，超完善。出門咧就係梅界中路啦，接入香海高速、金琴快線雙快速路啊！8分鐘咧就去到明珠城軌站，15分鐘咧直達港珠澳大橋。香港往返咧超級便利啊！咁公共交通嘅話咧，亦都唔輸蝕嘅。咁項目嘅話咧，500米內咧有5個公交車站嘅，8條公交快線，直達拱北啦、港珠澳大橋啦、吉大啦、高新區啦，唔使開車咧都可以4通8達嘅，完全解決到香港朋友灣區通勤出行嘅痛點啊！個盤咧最大嘅亮點咧就係唔使等規劃啊，所有配套落地即用。附近嘅商場咧有山姆會員店啦、澳園廣場啦，2大城市級嘅商圈，日常購物、餐具、買進口貨超級方便啊！咁而且咧小區咧係自帶1.2萬嘅商業街嘅。街鋪、餐飲、生活配套咧已經係成熟運營，仲有網紅地標萬舒溪里廣場喺度建緊，日後嘅一個休閒購物咧一步到位啊！生態環境配套咧簡直係頂配啊！背靠鳳凰山原生山景，緊鄰住三溪公園，3公里咧就直達200萬平方嘅香山湖公園啊！珠海公園界嘅天花板。咁附近咧仲有香山市民藝術中心啦、圖書館啦、香山雲道啦，咁平時散步、運動、休閒喺主城區稀缺嘅生態資源，全部都喺附近啊！咁大家最緊張嘅醫療配套啦，咁老城區成熟嘅生活氛圍啦，買樓唔使再忍受荒涼期啊，入住就即可以享受純熟嘅主城生活。咁另外嘅話咧，好多朋友咧驚買新樓減配爛尾啦，明溪花園完全可以放心啊！由珠海本土實力民企宏明集團開發嘅，深耕珠海30幾年啦，作風穩健，零負面、零爛尾記錄啊！而且呢個盤咧，亦都係現樓嘅狀態，無論係工藝品質、戶型設計咧，都係非常之 OK 嘅，交付嘅標準咧，絕對係靠得住啊！對比香山湖4萬加嘅高房價，呢度2萬蚊都唔使，同時享有主城區全部資源，價格平一半，未來嘅空間咧，價格潛力咧巨大。咁喺主城區最後嘅低門檻上車機會啊！項目總佔地2.08萬平方，總建面係10.18萬平方嘅，規劃5棟住宅、1棟商業，總戶數先係699戶，花率35%，現代新中式嘅園林，居住嘅舒適度好高啊！事不宜遲，我哋依家上示範單位睇一睇啊！呢個呢就係69平方2房1衛嘅單位，主城稀缺小戶型，珠海新香洲唯一在售嘅69平方新樓2房單位，一直都係斷貨爆款嚟㗎，低總價、低門檻，超適合香港朋友退休度假、休閒養老、weekend 度假、投資收租，100零萬咧就可以入住珠海新香洲啦。呢個咧就係89平方嘅3房2衛單位，無論係自住啦、剛需啦，其實都啱㗎。EKG 一體化通透嘅格局，空間嘅利用率咧極高啊！咁呢邊嘅話咧，佢嘅使用率咧亦都係超過100%嘅。動靜分區啦，完美咁樣匹配3口、4口之家嘅日常自住，無論係養老、度假、投資收租，其實都 OK 㗎。實用咧係完全冇浪費啊！呢個咧就係101平方嘅4房2衛單位，一步到位啊！改善大戶，市面上罕見超高100%使用率，
大橫廳寬面設計，3.5米嘅景觀陽台，採光視野絕佳啊！3代同堂，大家庭都可以做到一步到位換房啊！咁呢邊嘅交標呢，亦都係頂級嘅交付，3500蚊1平方嘅高配標準，全屋國際一線大品牌，日本 YKK 系統門窗，30重高嘅空調同埋老闆廚房3件套，樂家衛浴 Face ID 嘅智能門鎖，額外呢仲贈送玄關位嘅收納櫃、廚房定製櫃，收樓基本上可以做到拎包入住，節省大量嘅裝修成本啊！最後講大家最關心嘅 Alex 獨家專屬福利啊！咁明輝花園呢邊嘅話有6個重磅優惠嘅。第一，超低門檻，5萬蚊首期，純月供就可以上車啦。2，精裝送全屋家私啲電器，真正拎包入住啊！第3，可以申請港澳兩地牌，但係咧需要正常首期，詳情嘅可以 PM 我。第4，成交就送20年嘅車位使用權，慳翻10幾萬嘅車位費啊！咁第5咧就係官方合作全季酒店作管，保底收益加分紅，異地置業咧都可以穩收租啊！咁第6個咧就係珠海主城25000度嘅單價，全珠海高性價比嘅天花板啊！總結一句，想平價買珠海市中心，又有名校、穩收租、博升值，明溪花園咧係目前珠海最穩、最抵、最保值嘅選擇。你覺得三溪科創城未來會唔會超越香山湖，成為香洲區嘅核心？想知最新底價、港澳購買流程、託管真實收益、低首期方案，評論區打明溪，我私信發內部詳細俾你。我係 Alex， 一個有溫度敢講真話，專門幫港澳朋友珠海置業避坑搶優惠嘅地產博主，唔吹唔黑，實地實測帶你哋睇盡珠海真實嘅好樓盤啊！